台南伫20外当前的自闭症协会是由心理家庭所组成，后来随着囡仔大汉，协会就慢慢停摆解散。但因为看到心理的需求以及协助，郭涵瑜伫今年4月创立社团法人台南市自闭症关怀协会，希望会当协助到心理家庭。今天是我们的成立大会，很开心。今天呢，非常多的家长，还有我们的一些议员啊、社会局的长官都有来参与。其实我们当初成立这个协会最主要的目的，是因为大概之前在20年前有成立过这样的一个自闭症协会，是由家长们组成的。那后来可能小孩子也长大了，所以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会停掉，所以中间中断了快20年是没有自闭症协会的这个单位。那今年呢，我非常的荣幸啊，有这样的机会，在家长们的期许之下，那我们就也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成立这个立案。那我希望说，这个自闭症协会呢，日后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，他们可以呢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。那每一位家长呢，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协助。我们就整合的大家所有人的资源，然后呢，帮助他们协助他们一些他可能需要帮忙的地方。那结合呢社会的力量，让每一个新儿呢都能够发挥他自己最大的专长。市府社会局也由机要秘书代表市长委托前来致意，并承诺将会协助协会成立小作坊。今天很高兴代表黄伟哲市长来参加自闭症关怀协会的一个成立大会。那其实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家长团体能够长期来协助我们，来关心自闭症的小朋友跟自闭症的一个家长。那不管是自闭症的小朋友还是其他爱奇儿，其实都是上天给我们最棒的宝贝。那我们应该能做的，就是想尽办法来这个协助他们开发他们的一个才能。那所以协会也有提出要求，未来他们希望能朝小作所的方向去前进，还有做家长的支持系统。那这个部分，过去我们社会局也常常在这么做。那我们未来也会跟协会一起合作，让这个社会安全的系统跟网络做得更好。台南市自闭症关怀协会目前的会员人数大约有60人，会员以及顾问拢是来自社会各领域优秀人士，希望会当集结资源，为心理以及家长再来帮衬。理事长郭涵瑜也欢迎有需求的心理家庭，会当向协会联络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